乐活基金会送物资到台南认得的成功里，希望透过这个善心的行动，让你内充满着更较多爱的力量。乐活基金会长期用爱心食物银行的方式来媒合各界物资，透过深入各社区的方式来帮助弱势民众。即天嘛来到台南认得的成功里。 那我们来深耕地方，跟社区合作，这样子就是让这些物资可以充分的运用，落实到需要的人的身上。里长嘛真感谢基金会帮助和各界款的物资，希望透过这个善心行动，让规个里充满更加多爱的力量。 到家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，然后我们做多元的服务跟串联，不是只有食物银行的服务，可能把居家服务或者是身障各项多元的服务都带进来。总共协助的有24位，谢谢大家。透过让大家事先登记的方式，再安排社工进行评估，根据无同需求来发物资，希望会当来改变弱势族群的生活困境。